揀新街坊有冇覺得呢個景都係其中一個揀嘅？當然，如果你記得就開頭要抽籤啊嘛，但突然之間又話唔使啊嘛，一話唔使講，即刻衝過嚟買啦。一買原因點樣快就係一定要知道呢邊單位唔多，你係嗰幾個單位先望到呢個。蔡石康63歲，曾經喺澳門威尼斯人工作，退休後佢同太太一齊搬入咗橫琴嘅澳門新街坊。對蔡生嚟講，退休後選擇橫琴澳門新街坊居家養老係考察多年嘅選擇。當時40零歲買咗個單位，都有諗住喺國內退休。其實買得太大個頭啊，諗下跟住後期，如果你老咗咁大單位會清潔都幾麻煩喎，咁跟住就賣咗。跟住有個朋友又買咗荔枝灣，咁啊過去參觀過。咁當時正式開始睇一下橫琴嘅環境啦，都好中意橫琴呢個地方咯。直到係咯2004政府出呢個項目新街坊嘅項目，其實一早已經中意橫琴呢個地方。蔡生追求寬敞舒適嘅居所，但係又唔願意割捨澳門嘅日常習慣。新街坊提供咗兩者嘅折中，一個理想嘅平替。平時睇開咩？平時咧嗱，平時我咪就係睇我通常就睇翡翠台啦，睇新聞啊，有時睇劇集啊，咁啊間中又會睇下澳門澳視啦。喺新街坊係全國獨有嘅互聯網，咁可以譬如手機我睇到 YouTube 啊，譬如我可以用電視又睇到香港新聞啊。基本上你要喺澳門要辦嘅喺度都辦到㗎啦，應該就嚇，大部分都辦到。有個視像嘅空間可以同澳門嗰邊直接視像。咁我都喺度睇過醫生，前排有少少感冒咧，去睇過醫生。咁基本上個服務同埋流程都同之前我喺氹仔嘅衛生中心一樣㗎啦，冇乜分別。咁呢度有個好處就人唔多啦，家門口差唔多所有便民設施都有啦。喺橫琴養老，除咗有類似澳門嘅熟悉感，蔡生終於有足夠嘅空間親手裝修出屬於自己嘅小工作坊，做木工、動手創作，彷彿找返年輕時嘅熱情。係呢間房我自己諗嘅，自己設計，俾畫咗個圖俾佢，因為我之前都係做畫則嘅，咁啊話俾佢聽，俾佢同咁主要係分兩邊咯。呢邊係我嘅書櫃啊，加埋有一啲展示我自己啲玩啲模型。呢邊就主要係展示我自己做嘅木工同埋木船咯。咁呢個興趣我係由20幾年前開始有㗎啦。當時後生嘅時候買落就留翻退休玩㗎啦。咁樣嘅退休日常喺寸土寸金嘅澳門或者香港幾乎難以實現。對佢而言，橫琴唔單止係住所，更加係一個可以令興趣落地生根嘅地方。我自己之前諗過唔止澳門啦，有冇諗過返香港養老啦？咁香港唔使講，其實嗰個空間細啲啦，生活指數唔低啦，都幾貴嘅。咁就算澳門都係差唔多個生活指數。除咗優美嘅環境、寬敞嘅居住空間，政策同生活方式都向澳門看齊。蔡生介紹話，喺橫琴日常生活所需嘅物價亦都相對親民。去到橫琴咧，其實你留意下所有基本物價。嗰啲價錢好平嘅，譬如買菜，就算而家喺超市買菜，你買條菜心都差成半價錢嘅。咁所以慳到錢養老咧係好重要。雖然橫琴貼近澳門，生活設施亦都朝港澳標準靠攏，但係作為一個新興嘅移民社區，呢度嘅文化仍顯雜漏。街頭嘅飲食口味、駕駛習慣、鄰里交流方式，同港澳長者熟悉嘅節奏仍然有落差。你係雖然咁近啊，都係一個移民嚟嘅，即係咧香港移民過氹仔，你要適應係氹仔澳門人嘅文化。你喺澳門你移民國內，你係需要適應國內嘅文化。你聽慣廣東話，人哋講普通話，你叫人講廣東話就你咩？你梗係要學普通話啦。咁呢個係你要適應人嘅文化係嘛？同埋譬如你見到國內人有啲文化，可能我哋少見到會咁出現嘅，可能你覺得唔麻麻地喜歡，咁呢個係個文化嚟㗎嘛。就算揸車都係呢個文化，同澳門人揸車文化唔同，咁你要適應咯，呢個係需要適應咯。對蔡生嚟講，要真正融入呢一片土地，唔單止要靠制度對接，更加需要時間去適應一種全新嘅生活文化。OK，唔該，